中華民國萬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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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實在太過感動，大家好犀利，好犀利，係啊！喺呢個咁嘅時局裏面啊，呢個時局裏面啊，大家都可以咁熱情去擁護中華民國啊，係真係好難得開心啊！咁啊，今晚我哋一個好靚嘅背幕啦，我哋首先多謝我哋嘅兄弟阿新啦，咁樣阿新幫我哋做嘅，係啊，咁啊呢啲要俾掌聲佢啦，係咪啊？係啊，最難得嘅咧就頭先咧有人問我，喂，點解啲字咧我睇唔明嘅？我哋都睇唔明個中文嚟嘅喎咁樣。佢哋話：喂，點解個方向係唔同嘅咧咁樣？其實咧傳統嘅中文咧，我哋寫法咧係應該係右邊寫過去左邊嘅。咁啊，例如我哋睇到好多國父嘅牌匾啊、天下為公啊，都係有字咗嘅。咁啊，阿新咧就係一個即係佢係一個好識用全中國文化嘅後生仔。咁啊，佢就將呢個咧繼續保持翻呢個觀念咧，做翻一個咁嘅 backdrop 咁樣。咁大家睇落去可能覺得有少少唔係好習慣，但係呢個係一個好正確嘅做法嚟嘅。呢個先係傳統嘅做法。係啦，冇錯。咁啊個 backdrop 咁咧，咁我哋不如就正式宣佈啦。好，冇錯。我哋新界西各界慶祝中華民國104年雙十國慶大會，現在開始。我哋首先有請我哋嘅今日嘅大會主席伍健鋒先生到台前。鋒哥好，鋒哥好。全體肅立，唱國歌。向國旗暨國父遺像行3鞠躬禮，1鞠躬，再鞠躬，3鞠躬。有請德隆行青年范文浩恭讀國父遺囑。國父遺囑。如致力國民革命凡40年，其目的在求中國之自由平等。即40年之經驗，深知欲達到此目的，必須喚起民眾及聯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奮鬥。現在革命尚未成功，凡我同志務須依照如所著《建國方略》、《建國大綱》、三民主義及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繼續努力，以求本切。最近主張開國民會議及廢除不平等條約，由須於最短期間速其實現，是所自足。宣文：中華民國14年2月24日。我哋而家有請我哋嘅大會主席伍健鋒先生陪同我哋嘅主禮嘉賓，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代處長黃新華先生，中國國民黨19全黨代表黃泛民先生，德隆行主委宋景輝先生，大會主席團張日峰先生、孫官象先生、徐少平女士、鄧志輝先生、吳其蘇先生、陳慧玲女士、潘宗憲先生、宋來興先生、
謝義方先生、李嘉華先生、霍會東先生、李斗生先生、潘愛蘭女士。請各位來賓同埋主禮嘉賓就座，請各位副位就座啦。有請大會主席伍健鋒先生為我哋致辭。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黃新華先生，各位嘉賓、各位街坊朋友，歡迎大家出席今晚由我哋德隆行所主辦嘅新界西慶祝中華民國104年雙十國慶晚會。今年亦都係抗戰勝利70年，所以今晚呢個慶祝晚會別具意義。係過去幾十年，我哋德隆行嘅一班兄弟老友記，為咗保存歷史、維護國家嘅尊嚴，每年元旦、國慶呢啲大日子，都喺流浮山、白泥錦田、雞公山、屏山、屯門、元朗市區一帶做花牌、掛國旗、舉辦慶祝，甚至乎同時喺有啲阻仔發生衝突。喺為咗我哋嘅心中向中華，就算而家政治環境改變咗，我哋嘅心都冇改變。近年我哋德隆行班後生仔唔單止成全咗我哋主辦國慶晚會之外，更協助喺屯門青山紅樓舉辦嘅升旗大會。就算你哋唔得閒冇辦法去到，都可以上網睇得翻。我講呢啲主要嘅係講俾大家知道歷史係冇得改嘅，任你而家點樣，將來改嘅都係改成點都好，歷史就係歷史。歷史記載住抗戰勝利，喺中華民國政府嘅功勞，領導抗戰嘅係蔣委員長，打呢場仗嘅係包括我哋德隆行嘅先進國軍嘅兄弟，今日喺我哋中華民國104歲嘅生日，呼叫大家要認清楚歷史，以史為鑑。特別係我哋德隆行嘅青年，要繼續努力，發揚國父思想，三民主義不求名利，成全我哋德隆行嘅精神。恭祝在座各位身體健康，各位昌隆。多謝各位，多謝鋒哥。跟住我哋有請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代處長黃新華先生為我哋致辭。大會主席吳健鋒先生，德隆行宋建輝宋主委。各位嘉賓、各位理事、各位先生、新界西嘅咁多位朋友，大家晚安，大家好。我嘅廣東話講得唔好，請多多包涵。今日我好高興出席我哋德隆行嘅慶祝30餐會。德隆行長期以來支持中華民國同我哋台北辦事處。尤其係年輕人參加我哋主辦嘅青年團，表現好好啊！又帶呢一位紅前勝利活動演出，真係值得我哋敬佩。今日係我哋中華民國嘅30國慶，今年亦都係中華民國對日本紅前勝利同台灣關河70週年，所以我認為今晚嘅慶祝大會係特別有意義。國父當年建立民國係要用三民主義建設一個民主、自由、平等嘅國家。今日嘅中華民國台灣民主到唔使講啦，係全世界華人地方中最民主嘅。呢點大家都耳熟能詳。另外，人人平等，人人自由，
只有回到台灣，亦都有目共睹，也係實現國父嘅理想。大家都知道，香港係國父高面思想嘅發源地，亦都係國父高面推翻滿清嘅基地。今日我哋慶祝國慶，衷心希望香港同台灣一樣，能過咗民主、自由、平等嘅生活。各位，如果當年冇國父同善烈創建民國，如果當年冇英勇嘅國軍保衛家園，今日我哋大家都唔會喺呢度慶祝30國慶。所以我哋又為咗感恩嘅心，感謝善烈嘅努力，更珍惜現喺得來不易嘅時代。最後祝賀我哋國家福運昌隆、千秋萬世，直到永遠。提咗各位理事先生身體健康，事事如意，家庭幸福。多謝大家。好，多謝黃新華先生為我哋支持。接住落嚟，我哋有請德郎行嘅主委宋景輝先生為我哋支持。請宋先生。黃新華處長，吳建峰主席，各位嘉賓、各位朋友，非常之多謝咧大家出席今晚呢個晚會。雖然咧今晚嘅場地安排上邊咧，可能稍為有啲嘅逼傑，但係咧希望咧各位嘉賓朋友咧都能夠咧就係幫幫忙，係嘛？咁啊大家咧就係互相呢個咧係今晚逼啲啊，咁啊但係咧亦都要多謝咧酒樓嘅同事咧，就幫我哋一陣間咧即係盡量做好啲先嘅招呼啊，咁啊亦都多謝今晚我哋嘅主席團嘅各位嘅朋友。咁亦都咧多謝咧，頭先吳建峰先生咧都有提到啦。咁我哋德隆行嘅先進嘅咧，係過往亦都係有好多咧係抗日嘅國軍兄弟。咁啊，今晚我哋呢個晚會裏邊咧，今晚慶祝104週年咧，過往咁多年我哋慶祝國慶咧，今晚我哋缺少咗一位兄弟，咁咧就係我哋係權哥。咁啊權哥今晚雖然冇我知道今晚咧佢都會係會喺我哋現場喺我哋心目中嘅，係咪？咁但係咧，我哋會永記住佢㗎啦。咁啊，多謝大家嘅出席，再一次多謝大家。咁啊，預祝恭祝咧，我哋國家國運昌隆，千秋萬歲。多謝晒大家嘅出席，多謝各位。多謝啊，我哋嘅宋主委咁樣啊。祝大家身體健康，飲杯！身體健康，飲杯！第二杯咧，咁啊祝我哋國家國運昌隆。第三杯飲咩啊？咁啊中華民國萬歲！飲杯！眾望所歸啊！中華民國萬歲啊！千秋萬世。OK， 咁啊預祝大家咧係家庭幸福，生活美滿，我哋國家國運昌隆。中華民國千秋萬歲，再飲多杯啦，好嘛？多謝晒。喜馬拉雅山，峰峰上面到天邊，福山和天險，在這裡建家園，落水與大眾送你。
天到天边，无声和鲜血，在这里建家园。风吹雨打中，送你5000年。中华民国，中华民国，新的起跑点，是黄河、长江的水不断。中华民国，中华民国，坚强的心，直到永远。中国万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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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起起进来玩啊，一起路边没看啊，老百姓的希望，为你最棒棒，我们不得紧就到了，一起和脾气还小妹多了，不行的。一起进门关头，一起路边没看头，大家心起望，为你最棒棒，我会不得心就操劳，一起和脾气爱上的多了，我是你。一起和脾气爱上的多了，不是你，不是我。好运好运太运，上大了的刚来呀，茶会拼足了，嘿嘿，结婚讨大表，嘿嘿，家家的呀。
有悲欢，有苦你就有爱。并且有你的我不怕，他是我的罗马。悲欢悲欢满天下，也能它别开放。悲欢间人向着我们，巍巍的大中华。悲欢悲欢满天下，也让它别开花。悲欢间人向着我们，巍巍的大中华。它那遍地开了梅花，有苦你就有它。一切风雨它都不怕。是我的国花，它遍地开了梅花，有土地就有它。并且有你它的国花，它是我的国花。悲欢悲欢满天下，越让它越开花。悲欢间人向着我们，巍巍的大中华。中华民国万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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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民國萬歲！中華民國萬歲！暖暖的天，白白的云，蓝天白云好时光。大家手拉手，走向大自然，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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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到山明水秀景如画，一个鸟就聪明好园长，吸一口新鲜空气。和你心中的寄托，我们心情8月花海，我们心胸都开朗。蓝蓝的天，白白的云，蓝天白云好时光。大家手拉手，走向大自然，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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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看到山明水秀景如画。一个鸟就聪明好园长，吸一口新鲜空气，和你心胸的寄托，我们心情多愉快，我们心生活快乐。嘿，嘿，嘿，嘿。白白云，蓝天白云好时光。大家手拉手，走向大自然，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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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他们山明水秀景如画，一个鸟叫聪明好园长，吸一口新鲜空气，和你心胸的寄托。我们心情多愉快，我们心胸多快樂。多謝各位今日喺百忙中抽空嚟到呢度我哋嘅雙十國慶嘅晚會，多謝晒。